各位同學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講嘅係2017年 DSE 卷1嘅第11題，咁都係跑道呢一篇文章嘅。咁第11題講到喺第14段，作者提到呢，這就是跑道，繁榮中有一種孤獨，咁就綜合全文，説明呢句子入邊嘅繁榮同埋孤獨係指啲乜嘢。咁6分，咁6分呢其實好明顯嘅，兩個就應該係3分3分啦。3分入邊應該係分1加2嘅結構嚟㗎。1加2係咩呢？1分就係繁榮是什麼，另外2分就係説明個繁榮是什麼。咁右邊都係啦，1分就係講孤獨係啲乜，是什麼，然之後2分去説明個孤獨。咁繁榮嘅意思呢，其實就係指跑道上邊同埋跑道外邊好熱鬧啦，即係簡單就係好熱鬧。咁第14段呢，其實佢好明確講俾你聽㗎，繁榮中有一種嘅孤獨。咁佢就話場外多的是旁觀嘅人啦，咁即係代表人好多啦。咁我相信呢1分呢，大家唔難攞㗎。個難點就在於呢，你有冇分跑道上同跑道外去講？因為呢，我哋見到呢一句句子係這就是跑道。繁榮中有一種孤獨，即係跑道係繁榮㗎，跑道是繁榮的，咁跑道是熱鬧的。咁如果淨係講跑道外呢，其實你又講唔到跑道喎，所以我哋要加埋跑道內或者跑道上嘅嘢。咁跑道外啦，就好多旁觀嘅人啦，咁呢一個應該係有分啦。咁旁觀嘅人佢做啲乜嘅？我哋要説明，就係佢哋會喺跌倒嘅時候咧，扶你一把嘅。咁呢個就係跑道外旁觀嘅人，我要説明佢啦。咁所以1分就係跑道上同跑道外嘅熱鬧或者熱鬧。然之後第2分就係跑道外有旁觀者，會喺困難嘅時候，即係跌倒嘅時候咧，去扶持作者嘅。咁呢個係第2分。結果彼此都冇。咁然之後第3分呢，就係跑道內啦。跑道內呢，其實我已經用綠色熒光筆咧間咗俾大家㗎啦。咁分別就係上邊啦，我加入第4段嘅，我加入跑道奔馳嘅腳步啦，開始幾後邊嘅人一個個趕上啦，一個一個喎，即係多㗎咯喎，跌詞。咁超越啦，咁我就輕起放埋一搏衝動咯，即係代表入上邊嘅人係多嘅。然之後旁邊呢，一個身影啦，掉低一句加油同埋陌生嘅身影啦。原來唔係孤零零一個人啊！咁見到其實跑道上面嘅人係多啦，佢係做啲咩啊？競爭啦，同埋鼓勵作者。所以兩樣嘢互相競勝啦，同埋互相鼓勵。咁俾啲例子啦，氣盛嘅男孩子，譬如第10段嘅呼嘯而過，誇耀佢嘅速度。然之後我跑過好幾圈，聽到佢哋讚。咁所以兩個重點。有重點就係跑道上邊嘅競爭者會同作者一齊跑嘅，咁會互相競爭啦，同埋互相鼓勵嘅，咁就好似氣盛嘅男孩子同埋丟他加油嘅嗰個身影咁。第2個位就係跑道外嘅，跑道外有旁觀者，旁觀者會喺作者有困難嘅時候扶持作者，即係你跌親咁，啲人衝出嚟幫一幫你咁樣。咁所以呢度3分。咁呢3分呢，理論上應該就唔困難嘅。最困難個位應該就係同學們睇唔睇到要講埋跑道上、跑道內嘅嘢啦。咁第2個點呢，就係孤獨。佢話係熱鬧入邊呢，大有孤獨。咁咩係孤獨啊？照字面意思啦，即係要自己面對一切啦，要自己嚟嘅，唔可以靠人哋嘅。跑道上邊無可依附嘅咁樣。咁都係分跑道外同跑道內去講啦。咁我睇翻第14段先，翻去呢一段去睇先。佢話場外有多嘅係旁觀嘅人，卻呢個卻咪正係講緊個孤獨咯。卻係轉折啊嘛。如果前邊係多係熱鬧，咁後邊多係熱鬧代表緊繁榮，咁後邊就講緊孤獨啦。呢啲旁觀嘅人係插唔上手嘅。咦？點解插唔上手呢？因為佢哋不能替代你跑者一遭。哦，咁即係跑道外嘅人唔可以替代作者跑步啦。咁第1個位已經講到啦，作者跑道上邊要自己面對一切，跑道外嘅人唔可以代替作者跑步。咁跑道內又點呢？大家競爭㗎喎。
作者呢度講啦，我只能自己做自己嘅裁判，自己為自己計時。每次互跑嘅時候遇到一啲相識，但大家都係各跑各嘅。呢度各跑各咧，大家嘅諗法就係大家咪即係你跑你嘅路，我跑我嘅路咯。作者講嘅唔係大家嘅跑道唔一樣，作者講嘅係退翻上邊競爭真正個心態。大家嘅體力唔同，大家嘅方向唔同。第10段，大家嘅方向唔同。第15段，大家嘅跑道嗰條路啊都唔同啊，每個人嘅起跑時間，每個人退出跑道嘅時間都唔同，根本就冇嘢係一齊跑，所以我係孤獨㗎。即係咩意思啊？大家目標不同，跑道內嘅人每個人有自己目標，你跑10圈，我跑5圈，大家嘅目標唔同。又或者我跑5分鐘，你跑10分鐘，又或者我係跑第5號線嘅，你跑第2號線嘅，大家嘅跑道都唔一樣，冇得比較。咁冇得比較就意味住其實我哋係自己跑自己嘅，所以呢度就係兩個位啦。咁呢條題目咧，其實困難又唔係好困難，最難嘅地方就係同學們可唔可以分到跑道上同跑道外兩個方面去講，咁就去釋述翻乜嘢係繁榮，乜嘢係孤獨。希望大家可以答啱呢一題啦〜